第三世多杰羌佛，南無觀世音菩薩。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攻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借經文說真諦。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又有以禪理高談空鑒，脫離實際說玄虛。開口呢，佢話佢係修大圓滿嘅；閉口呢，佢能學無上法嘅。啟齒不談無上部，就求金剛圓滿法，唔求妥家化紅光。妄貪換體禪修金剛境，咁樣佢唔講無上部嘅密法。金剛部離氣瑜伽和光明大手印一味瑜伽，佢就乾脆同你嚟一個大圓滿就地圓滿，甚至於仲動則就想求回生法嘅，想乜嘢馬上化紅光。妄貪金剛如定決換體禪修嘅境界，你點樣能入到去呢？乃至於念阿彌陀佛，口稱善，實際行為做壞事。口頭口口聲聲嘅響度念，實際上嘅行為呢，照常響度做壞事。三業不相應。講實話吧，呢度我要實實在在地同同學們講，如果世間法嘅基本行為都未有擺正嘅話，根本算不上一個稱道嘅好人。就係講人人都認為你係一個好人，你連呢點都做唔到嘅話，你狂言妄語貪求等等一切心係冇用處嘅。為咩呢？要問問你嘅心行，本尊護法認可你嘛？我嘅宗旨好明顯嘅就係一句話，講俾同學們聽，咁就係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就咁樣一句話。因為佛法係建立響世間六大緣起和合之因嘅悟諦，就係講地水火風空色和合因嘅一種悟諦。將佢講穿咗，就係佛法要利用世間上嘅一切有情和無情等等方面去徹照自己嘅言行，去實修自己。所以世間上嘅一切處事之物、為人生活、工作、思想、行為等等，乃至世間上嘅起心動念，我哋起一心動一個念頭，所有相對嘅事物及意識都係同我哋緊密嘅意識分唔開嘅。咁樣呢個意識係善係惡，佢就要種係善係惡嘅因，都係對自己嘅行為嘅洗刷、因果嘅印證。就係講世間上做一切事情就係修行，唔係響屋裏頭關住門盤腳打坐叫修行。學佛為修行，學佛為乜嘢呢？咁就係修行嘛。修行就係以世間上嘅一切嚟磨練自己嘅修養。唔磨練自己嘅修養，又點樣叫修行呢？以世俗心、凡夫心嗰個叫修行嗎？要響逆境當中磨練自己嘛？你能唔能忍氣嘛？你能唔能真正嘅斷除我執啊？未有過，你又點知呢？禪宗嘅一位永嘉禪師講嘅：不因怨謗起冤親，怎表無生持引力？冇人嚟誹謗過你，你點知道你忍唔忍得了呢？有啲想找逆境嚟修都找唔到，要自己成一個爐火純青嘅境界，更正自己嘅行為，以自己嘅行為去映照世間上嘅諸法。呢種映照係科學性嘅、數學性嘅。比如講，我哋將呢個因果嘅善因，將佢攞嚟稱過，稱佢100斤，呢個係一個譬如。咁樣呢個100斤呢，佢有兩個名字，佢有一個3個字嘅名字叫100斤，另一個2個字嘅名字叫做聖者。人哋話聖者係乜嘢？100斤。100斤係乜嘢？聖者。因為佢有2個名字，咁樣只具備1斤係唔算數嘅，就係話佢明明係1斤，佢就唔叫聖者噶嘛。
乃至99根，亦係唔得嘅，因為佢仲係唔叫聖者噶嘛。就比如話一個茶盅係一樣嘅，呢個叫紅花茶盅嘛，呢個叫青花茶盅嘛，佢哋兩個各係各嘅名字噶嘛。你唔能將紅花茶盅強行嗌成青花茶盅嘛。所以話99根同樣唔算數，99根就只能叫佢99根嘛，畢竟唔係100根，所以話佢就唔能稱聖者。咁樣呢個99根未有達到100根，因此冇聖者呢個名言去安立，故不圓滿，所以佢就唔圓滿。正因為未有圓滿，先至未有叫佢聖者嘅。要圓滿咁樣，必須就係100根，差一克一毫亦不能稱聖者。因為100根又名聖者，100根佢嘅名字就叫聖者。聖者和行者係兩個不同嘅空間世界，一個係脫胎換骨轉凡入聖，一個係肉體凡胎眾生。所謂脫胎換骨，即是指其身心結構均與普通人不同，即是呈現超於凡人嘅另一重境界。所以行者之行係未有半絲半毫虛假可走嘅，必須如實修行，別無二路。當然境行嘅灌頂係另當別論嘅，但你響邊度揾得到嗰位巨聖呢？就係揾到咗巨聖，亦會睇你係唔係真正響度修行，係真心還是假意啊？你要想學佛，故以須當三業實際應照，就要實實在在嘅去做，所以應該有實際嘅對塵標準。咁樣實際對塵嘅標準，呢個標準到底係乜嘢東西？用乜嘢方法去對塵呢？嗰個就係最基本嘅六度萬行，或者係十善四無量和佛說諸戒為尺度，以佛說嘅一切戒律以及其他嘅法義作為尺度作標準，呢個尺度就叫標準。響呢個之前呢，你哋首先要一步一個腳印嘅走正細法嘅初機，然後再進一步深入諸行。咁樣細法初機做乜嘢呢？就係點樣樣做到一個大公無私、捨己利人、熱愛世界和平，做到一個社會敬愛嘅善知識。就係講人哋都話呢個人非常好啊，大公無私啊，做到咁樣嘅善知識，乃至於世界都可以稱道你好得很啊！呢個人係個大好人啦，好了不起噶啊，德高望重啊！你咁樣子算係一個人啊，同學們，我哋要以此初因嘅基礎作為基本嘅德行，響佛法上仲係叫基本德行，然後方可進修以下嘅加行，如此教義相應，咁樣子你就容易相應啦，修法就容易相應啦。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藉心經說真諦，今日就恭讀到呢度，無限感恩。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